欢迎收看18岁已婚3娃，高能量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？有個女仔諗我思想變得大個，當初我有時候係對你犯下大錯，你話我唔識諗，用錢買冇用飾品，你慢慢心淡覺得我對感情唔認真，要知道男人係天生嘅小朋友。你們常說看我視頻不像3胎寶媽，也常說我一拖3還有時間化妝。其實取悅自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特別是咱寶媽，更要學會愛自己。上個月去做檢查，大白說像我生完3胎還能各項指標都在線的過多，血紅蛋白不拉化的更是少之又少。看過我視頻的姐妹都懂，多虧有老朋友幫我那條客戶，從懷3寶時吃到現在，正是因為它含鐵量高，一顆就有7毫克，每天輕輕鬆鬆就能把鐵給補上來。直到現在還是只有他家做過真人研究報告，誰吃誰放心。都說為母則剛剛也是需要資本，只有把氣血給補好，底子不空了，才有力氣照顧好小孩，才有精力取悅自己。當然，顧好小孩之外的事也不在話下。做配合，但你要有這個從細至給我培訓。情與愛太過複雜，我要太多信息，但你愛我嘅以後不會太過忐忑。當擁有嘅時候，又接近放手。循環播放劇情有多少個然後？如果係現實，我會選擇打破現實。喺你嘅世界裏面，我會選擇慢慢自由。